我自己咧就用 HSBC 嘅投資戶口去做呢一個投資啦，因為貪方便啦，同埋咧都係想我嘅財務咧可以一目了然啊。咁咧我就喺2024年11月嘅時候咧就買入咗500手嘅盈富基金，當時咧佢就收咗我30蚊嘅服務費，就話係證券購入啦，同埋25蚊嘅銀行手續費。咁一開始嘅時候都幾廿蚊啫，冇乜感覺啦。咁去到2024年嘅9月啦，我就收到 HKT6823嘅股息啦。當時佢派發我嘅股息咧就係299個2啊。咁今次咧銀行咧同樣啊都係收我30蚊嘅手續費。我開始就肉痛啦，就係我每揾300蚊就俾人哋打稅，好似俾人哋打智商稅咁啊，收咗我10%。你話我肉唔肉痛呢？咁但係咧我都未作出行動嘅喎。咁就喺我2025年嘅時候咧，我就買咗頭先講嘅 ETF 啦，係 Vanguard 嘅 S&P 500嘅 ETF， 就買入咗大概總值5000蚊美金到啦。當時咧就收咗我18蚊嘅 brokerage fee 嘅喎。brokerage fee 咧即係經紀嘅一啲收費咁樣啦。咁我睇到呢啲收費啦，開始感覺唔好受，就諗究竟我有冇其他方案啦。咁我一直咧都有用開富途牛牛嘅呢一個 interface 去睇啲股票嘅升跌嘅。咁我就即刻 click 入去睇下啦。我而家咧就想同大家做一個比較分析。咁我睇翻富途咧，如果買港股嘅話咧，每筆咧嘅手續費咧係15蚊啦，再加0.03% 嘅佣金喎。相比起如果係 HSBC 嘅話咧，每一筆交易咧係收我30蚊，再要加每個月嘅25蚊嘅銀行服務費。即係如果我喺嗰度開設咗買咗 stock 嘅話，買咗股票嘅話咧，佢每個月咧有冇 transaction 咧都收你25蚊嘅喎。咁跟住咧，我又對比下美股啦。美股如果喺富途牛牛做呢個交易嘅話咧，每股咧係收美元嘅0.0049嘅佣金，再加咧0.005每股嘅平台使用費，係一次性嘅。咁 HSBC 就大劑啦，就收你每一筆單項嘅交易咧就係美金18蚊，係 brokerage fee， 即係經紀費喎。咁我腦袋一轉啦，上次咧我就買咗18股嘅可口可樂啦，咁就收咗我18蚊嘅手續費啦。如果喺富途牛牛嘅話，究竟我買幾多股先至等於收翻18蚊美金呢？係18000股喎。咁我開始咧就心喐喐，究竟我幾時要轉呢個平台呢？